南投县内乡举办泰雅族夜景的传统祭仪，小朋友伫个老师甲长辈带领下，参加到夜景的作业，学习到族群的传统祭仪甲敬造的文化。 部落的长老主持夜景的传统祭仪，并各族人祈求今年丰收。它的意义是在于说，它要让所有的子孙都知道说，我们要敬天敬地。 许多人先教大家正确夜景方式，今仔老师和许多人咧看卡，欢迎当地人捌族群的传统祭仪，佮有农经文化。他们亲眼看到了，未来相信这样的播种活动呢，会在他们心里面种下这样的一个苗。 族群传统文化流失，一直拢是老一辈村民上界烦恼问题。亲爱社区重视族群文化传承的重要性，希望透过和学校合作，和长老亲身将传统文化传承给后一代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